OK Google， 请帮忙找出摄影机。请触碰萤幕选择清单中的应用程式。这个过程要安装 Google 翻译，你看还要下载文字辨识档案，号称可以离线使用的，是不是要用 WiFi 还是连 WiFi 都不用？但是它的界面有显示说等待 WiFi 这个下载还算快哦。手机比较快啊。手机程式 APP 安装太多，说启动其他程式会比较慢的。萤幕录影还是要回到桌面，可能会比较慢。刚刚按了没有办法处理，现在按了可以处理了。这个叫萤幕扫描。怎么是反的嘞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竟然是反的！原来可以叫出那个相机，然后相机我们有拍那个照片嘛？这个模要从左边往右下抹，选好了区域，然后按Win A。这样就是在。怎么没有东西呀？看看是不是要转成中文才对？是不是那个设定有问题？翻译成中文的繁体啊！哇，中文繁体的也要下载，那么多国语文都要下载，韩文的也要下载，英文的也要下载，日文的也要下载。如果越南文的、泰文的都下载，很多呢。这个安装太多的话，手机操作会变慢呢。原来他们离线可以用，都是因为档案很大。离线可以使用，就等于是把档案下载存在那个手机的记忆卡里面嘛。然后我们好像浏览我们自己手机记忆卡里面的档案，这个原理嘛。
如果说是有一个资料库，那当然可以搜寻了。如果用 Google 助理，语音助理叫 OK Google 哦，还可以帮忙查字典，帮忙翻译耶。请问你好，日文怎么说？哦，还可以计算，还可以换算啊，还可以导览，报告天气提醒，就是好像做文书、做秘书那种些工作提醒。提醒安排那些工作，提醒发简讯啦，提醒打电话啦，设定闹钟啦，知道天气啦，设定密码叫他记住啦，找看看附近有什么图书馆还是书店啊，是什么餐厅啊，什么车站啊，然后外出还可以路线导航，路线，好厉害呀！路线那个按文也在翻译了，现在要翻译成中文了。怎么没有内容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个没有办法用啊！问人要怎么用啊？哎呀，那如何使用呢？先叫出照片呢？应该是图库了，快图叫出照片。奇怪，看怎么没有办法变文字呢？为什么没有办法呢？哎呀，真嗨呀！奇怪，你看都没有东西耶。原来要做这个动作啊！怎么没有内容呢？哎呀，那不就是要把照片，不就是要把这个照片的文字要变成可以剪贴的字吗？怎么没有办法呢？为什么拉了就跳走了呢？现在显示的是中文啊，繁体中文。是我们把它拍
拍照好以后要把它变成文字档，可能它这个程式功能是要翻译的。搞这么久，这样有用吗？唉。